各位，今日係4月26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週末新聞，我係梁國書。就 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人 Jack Cafferty 早前發表嘅言論，過千名華人今朝早喺 CNN 設於三藩市嘅辦公室外抗議，要求 CNN 正式向中國人民道歉同埋開除 Jack Cafferty。梁偉山嘅報導。馬路兩邊都企滿示威者，更加有人大鑼大鼓咁嚟到。參加者簽名表示支持，要求 CNN 鄭重道歉，同埋開除主持人 Jack Cafferty。就係話 CNN 咧好侮辱我哋中國人，咁樣嘅態度咧，應該佢要快啲走，係嘛？唔應該講噶咯，係嘛？你侮辱全世界嘅中國人，你唔啱噶咯。Jack Cafferty 早前喺節目中指華人係暴徒，後嚟又解釋佢並非指一般中國民眾，而係中國政府。對於呢一個解釋，唔少抗議人士並唔接受。祖國就係我哋嘅母親，佢鬧我嘅母親就係鬧我。呢個係詐詐諦諦，唔係誠意嘅道歉，係呃我中國人。一直有唔少批評指中國人唔夠團結，今日有參加者就話呢一個場面正好令大家改觀。我哋三藩市咁多頭人都好團結㗎。亦都有人覺得今次嘅問題係缺乏了解而導致。部分咧唔了解我哋近來中國嘅情形啦，就用翻幾十年前嗰種心態嚟到講，嚟到評論我哋中國人。我希望佢哋多啲了解我哋中國。CNN 較早前表示，佢哋尊重民眾表達意見嘅權利。26台記者梁慧珊報道。